大家能祝福，跟當時了解基金會往回落升，我呢是定到14號、18號演出，因為即出我呢改到18號演，我話3點已經咩個8點，非常榮幸，也非常感謝山頭嘅領導演，以及咱經驗嘅領導給予我支持這個寶貴嘅機會，而各個市個名嘅包括只擺下有國家證加入這個寶貴嘅機會，當太響應。那麼呢，我是雙料直接，鳥山伯合作影態超級擊敗，鳥山伯。2022年我也是雙料這戲，我相信我甲鳥山伯這個角色非常非常有緣。這擺參加這個晚會呢，也想到2022年大學慶餘獎，也給予我家庭這個寶貴的機會，代表咱經驗起來參加這個了解基金會。當時呢還無辦，就是這麼開始，然後就當時也是ở山頭啊，經驗啊，標就各個名嘅當太響應。後面已經是2022年了，2022年雖然是慶餘獎已經無多，但是名到時獎，真有請，也非常非常感恩。當將這一路也非常非常感恩一路嘅良情，以及一路嘅貴人。我相信努力甲付出嘅會成正比啊！當將我也會繼續在這裡，繼續不忘初心，也再次感謝各位值得對寶氣嘅支持鼓勵。我歡喜好久嘅，恁個鼓勵恁個支持是我最大個動力。也感謝好位知己對我值得嘅鼓勵。攏當好份對藝術好真熱愛，再次感謝山頭嘅領導，對個領導演，感謝當學慶餘獎，給予我這個機會，到這個寶貴嘅平台，而各位名嘅當太響應。